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lex 無涯健康教室，我係 Alex Lee。今日我會講一個好重要嘅話題，就係無涯嘅呼吸系統健康啦。你有冇試過喺轉季嘅時候，發現你隻狗狗或者貓貓會咳兩咳，甚至有啲氣喘？其實年紀大嘅無涯，心肺功能會慢慢退化，加上天氣變化、濕度同溫度轉變，都好容易令佢哋出現呼吸問題。咁主人可以點樣早啲發現呢？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就係觀察佢哋瞓覺時嘅呼吸速率。如果你發現無涯瞓緊覺，每分鐘呼吸超過30次，就要提高警覺啦。呢個可能係心肺功能出現異常嘅警號，要即刻帶佢去睇獸醫啊！咁會咳嗽同氣喘嘅原因都仲有好多，我哋就一齊睇下有邊幾個常見原因啦。1. 喉嚨氣管過敏，無涯可能對塵蟎、花粉、空氣中微粒會敏感，有時甚至你噴香水都可能令佢哋產生過敏反應，就好似人有鼻敏感咁，一敏感就會流鼻水同咳㗎啦。2. 氣管狹窄，特別係啲年紀較大嘅小型犬，例如芝娃娃、約瑟爹利咁，佢哋氣管本身都較狹窄，退化時亦會比較容易變形嘅，呼吸就慢慢變得唔暢順，而導致有咳嗽出現。3. 傷風感冒，如果無涯受寒或者感染，呼吸道就會發生炎症反應，出現咳嗽、流鼻水甚至鼻涕等症狀。發現有病徵就要快啲睇醫生，唔好等啦。4. 心肺機能退化，例如心臟病或者慢性支氣管炎，都可以令無涯出現唔同程度嘅咳喘，稍為活動一下就開始有啲喘。尤其係年紀大嘅貓狗最常見。另外，如果自己嘅無涯屬心臟病高發品種，例如哥基比熊緬因布偶貓等就更加要留意有冇反覆咳嗽嘅症狀啦。唔好覺得咳兩聲啫冇事啦就掉以輕心啊！其實無涯咳嗽好多時都有機會係慢性疾病嘅早期信號，所以唔理嘅話，病情會逐漸惡化。如果太遲先就醫，要搞好同逆轉嘅時間就會更加長，嚴重時係會危及生命㗎。所以如果你發現無涯有咳嗽或者氣喘，就要快啲揾出原因。平時多啲觀察無涯嘅呼吸、精神狀態同食慾，係保護佢哋健康嘅第一步。記住，越早發現越早治療，就可以令佢哋舒服啲。如果你嘅無涯都好似有呢方面有關嘅問題，可以留言話我知啊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有用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將有用嘅資訊分享俾多啲無涯家長知，等更多人知道點樣守護無涯嘅健康啦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